我们给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彼此来探讨，我们互相来分享一下。过去啊，有一条狗，主人一向都很疼它啦。有一天呢，这只狗因为在外面溜达太久了，感觉肚子很饿，就随便跑到一户人家门口乞讨东西吃了。哪里知道这一家人并不富有啊，而且主人又不喜欢狗，所以看到狗来了，就拿出棍子打了它了。讨不到东西吃没有关系，反而挨打呀！这只狗非常的气愤，马上到衙门去找法官控诉，说有一户人家，我向他们讨饭吃，他们不但不给我，反而用棍子打我，我并没有破坏狗的规矩呀。法官觉得很奇怪，就问他了：狗有什么规矩啊？这一只狗摇摇尾巴就说了：我在自己家里面可以随便出入，自由起坐，主人很爱护我。今天我到别人家去乞讨啊，只把头跟前脚伸进门内，而后脚跟尾巴放在门外啊，我不敢随意的乱闯进去。难道这样也犯规矩了吗？这个时候，法官就派人叫打狗的人来，并问他是否不给吃，又打了他呢？来人承认说是。法官就问狗：那么依照你的意思，我们该怎么来罚他？狗不加思索的就说道：罚他来做这个城市里面的大富翁。法官听了哈哈大笑啊，就说到了：给他做大富翁，那是在赏他呀，而不是罚他呀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时候狗就回答说：法官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的前世也是一个大富翁，因为凭借着自己有钱有势，造下无数的罪业，所以今生才沦落为狗，受种种的痛苦。现在罚这个人做富翁，他一定也是一个贪求享受之乐，只管自己的富贵，不会想到修持佛法，他也不会发大悲心去行布施。这样等他死了以后，他也会像我一样啊，堕落在恶道，受大苦恼啊。各位，有这件事情呢，师父我想到啊，有一天广清老和尚在妙通寺办三坛大戒，我做弟子的身份，我好不容易存了5年的钱呐，5万块钱台币，我就想我师父在办三坛大戒，我应该要去打斋供养道场，所以我就从台北一路赶到高雄。到了道场啊，很凑巧的，老和尚就在办公室里面。我一进去看到老和尚，很高兴啊，我说：师父啊，我来打斋，现款5万块，当场供养老和尚。老和尚拿到手上，连看都没有看，马上往后一丢，噔，很准呢，很厉害呢，很有功夫，丢到会计的桌上。我心里想说：师父啊，我存了5年了，好不容易才5万块钱，你都没有讲几句话给我夸赞一下。结果他静静的一句话都不说，我心里面有一点不舒服了，我就回过头来，弟子跟师父告假，准备离开了。结果我走了几步路，突然间呢，心就很痛苦，好像整个纠结在一起这样。我突然间有个念头说：我是以凡夫众生的想法来要求圣者，我怎么会这样子做呢？怎么这样子想呢？人家是一个超越生死的人，已经没有世间物质的诱惑，什么东西都能够看得开放得下，我怎么用这种心态要求我的师父呢？哎呀，我不对，我错了，我非常的后悔。结果我马上回过头来，跪在我师父的前面，说：师父，弟子错了，我至诚恳切的向师父忏悔，请你宽恕我，原谅我，我不应该有这种恶毒的念头，对不起。因为师父他是一个圣人呢，你的想法每一个动作他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没有办法在他面前遮掩了。他看到我忏悔了以后，他马上告诉我一句话，他说：你以后会度无量的众生。我说：师父，感谢你，我就赶快站起来离开了。
各位，一个出世的圣人，他对钱财毫不在意的，只要能够利益十方的苦难众生，他绝对毫不保留的往前去做。这就是圣人的表现，不像我们一般社会的人拼命的要占有它，想要贪取它。差别在这里啊！为什么我们是凡夫，人家是一个圣者？因为我们贪求的心太重了，欲望太强了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来给各位大家报告：凡是有修行的人，都不愿意过着很奢侈的生活，因为放纵五欲，只会更贪求，造作更多的恶业。大部分有财富的人都很容易患这个毛病，所以我们要警醒，人呢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！一定要明白，金也空，银也空，死后何曾在手中啊？名也空，利也空，荒郊野外土一空啊！世间的一切没有一样是你的。如果你还搞不清楚，就是你的智慧没有记住，你还是懵懂无知的人。我们应该要警醒，赶快回过头来，好好的利用你过去所修来的福报，利益所有十方众生，能够创造你生命的价值跟意义。我们利用这样一个小小的公案，来跟各地的莲友们大家互相勉励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